有来吗？我有。哦，这哦，来，富凯，好，是，哦，对，哇，要让你们两个合体真的很难哈，因为平常都不往来嘛。没有啦，才有啦，一起录影而已。有啦，都有电话，是没有在有联络，有联络，传简讯嘛，他都已读不回嘛。没有这样子。来，我们现在握手言好，开玩笑，干嘛要演这一出？他们感情很好。今天非常高兴，非常难得哦，可以看到他们两位这个合体，好不好？那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南昆村也有一个月老。啊，这个哦，很灵验，很灵验，很灵验哈。对，尤其是婚姻，因为月老是牵什么？牵姻缘，牵红线哦，姻缘。所以呢，这个那这个线上所有的朋友呢，希望能够这个找到好的对象，是可以来南昆山找月老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晚你两个星期拜月老来，我带你拜六，就会有好的姻缘。我会看到青蛙嘞，我靠心你啊！OK 哦。那今天要唱什么歌呢？带来一首很应景的，跟月老有关系的，婚礼都会听到的歌曲《金星的广邦》。哇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欢迎徐若凯、曹雅文。再给曹雅文一个尖叫声。给许富凯一个尖叫声。
们 CP 来，谢谢曹雅文，再给曹雅文掌声鼓励一下。他要急着去拜月老，他先去拜，对，好，来，哦，哎，再给许富凯热情的掌声鼓励。谢谢。各位，许富凯今年才办了一个演唱会，是，对，哦，好精彩哦。那一场演唱会是在小巨蛋，那我看的是非常的感动哦，因为年纪大了哈，每一口要感性，真的，我一摆哈，张小燕呐哈，老妈啦哈，我一摆哈都眼眶都含泪，为什么？各位，这个囡仔是9岁。徛在迄个人的板凳上唱歌，人家结婚啦，吼，是啊，吼，徛在板凳上面，9岁站在板凳上唱，是啊，10岁就站在桌子上唱，对不对？现在来厝做欠钱的。在上小巨蛋的时候几岁？35岁。变20几档，变个小巨蛋，而且是台语歌手、男歌手能够唱小巨蛋。真的没有几个，目前来讲就是蔡小虎哥唱过一次，翁立友大哥，对，好，新生代就是谢谢，也就是台语歌坛的有接班的人，感谢，对，好，来葡萄香对吧？谢谢，那就领今天啦，金奖不简单啊，未站小板凳站到小巨蛋，那个是你看看那个是多么的努力，一样。我们南鲲生代天府是当初的庙是那么小一间，对，360年，代代相传，每一代的人都付出他的心力，然后呢，能够护持一个庙，如今成为南台湾的一个信仰中心，多么不容易。是，而且今天360周年的金曲晚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创举，目前台湾单一公庙出动550台无人机的这个展演的，目前记录就是南鲲省。我现在吹起来，掌声鼓励一下哦。对，啊，一届晚会台语怎么讲？暗会。哇，你想我就是要啉一喙水的，是不是修炼对不？对哦，红桃水尾，都唔敢哀，想到先民就是这样子过日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容易那样。是。这个晚会呢，全部是金曲歌王歌后，更是宫庙界的一个创举，对，非常不容易。真的谢谢南鲲生的这个董监事跟管理委员们这么的尽心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么的有眼光，请到我们，哇！而且那边有公告会啊，最强，还有史上最强主持阵，好，闲话不说，我们马上把麦克风交给徐凯，最好听的歌曲。我觉得能在这边唱歌的天公有保庇，带来这一首《天公听公人》。天公听公人，好，谢谢。祝下歌嘞！我先吹点徐凯。Hello。我来个对老师一个花家尖叫身体哦，这时候，谢谢。大家喜欢这首曲吗？哈。
心失败，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伊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听我人，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伊的苦恼。相信天公一定，会晓唱哦。相信失败，我无看着人，人无需要比较，爱是伊的苦恼。我来陪你到老，相信天公一定，相信幸福会留予咱，爱不是一张梦。只要有你疼人，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。谢谢天公疼憨人，感谢。我这久无来啊，我会记我来的时阵。是我细汉，甲阮爸爸妈妈来挂香，就来到咱的南昆生，所以呢，今仔日会当来到遮空台见面是一个足好的缘分，感谢南昆生爱看一个破声，对，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，感谢。可不可以给看个大哥赶快一点火糖啊？这样好啊！哎，这大声呢就歹势，感谢。啊，我前后大哥，你，邵总，邵总哦，邵总，请给我们的邵总来点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来唱下一首歌，比较抒情一点。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拢有听过一首歌，对，是潘越云潘姐唱的歌，叫做《纯情青春梦》。啊，会晓像安怎会唱吼？来。
手着爱自由飞。不是阮强大，时代已无共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。 是不捌当，脚也咱来受一张脚，想来想去同款顾着青春嘛，青春嘛，唱我来甲忧愁，歌声心情。 温柔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，甘愿是不捌当，一件等来是一张脚，想来想去袂当顾着青春嘛，青春嘛，不是阮强大，时代已经无共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欢迎小。 因为今仔是咱南昆新代天府建庙360周年，是我想要点一首歌，多几条我想要许富凯来帮咱唱祝福，用你的歌声祝福大家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我唱一首嘛是我的新作品内底2节原主唱的，祝福大家，希望大家拢平安，疫情赶紧过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 来了。像花开的
照顾你，就我明明真正是人人知，就我的后面，若是相爱是会当失去你。万事如意，感谢咱贵姓，感谢所有朋友，谢谢，谢谢许富凯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，谢谢富凯。好的，哇，这个节目进行到现在越来越精彩了，待会我们也即将要举行这个无人机的这个